香港真係遍地黃金。根據最新嘅統計顯示，身家超過2億嘅超級富豪有成18000幾個，但係喺香港5000尺或以上嘅洋房單位唔超過500間，意味住當中只有2% 嘅超級富豪可以進駐入去。我今日就同大家嚟到大埔嘅臨海山城，介紹其中一間超過5000尺嘅獨立洋房單位。Hello， 大家好，我係 Karina。咁我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臨海山城臨海徑嘅2號屋。要體驗一間屋嘅氣派，我哋就由一入門口開始。我哋入到嚟單位就會首先見到呢個超過7米高嘅中空玄關位，貫穿咗上下2層。地下呢一層可以話係劃分咗4個部分：客廳、飯廳、酒吧區同埋廚房。咁我哋咧就經過呢個走廊位，首先會經過一個 powder room。咁我哋就再行入嚟，沿住走廊行入嚟，咁呢度咧就會係一個 L 型嘅客飯廳。咁成個客廳咧係非常之闊落。佢嘅樓底咧去到4米高，所以你覺得個客廳係好有空間感。而喺兩邊牆身，一邊做咗掛畫，一邊做咗裝飾櫃，而中間咧就可以放置翻一個曲尺型嘅梳化。我相信10個8個朋友喺度聚會都絕對冇問題。而喺客廳呢度亦都會設有一個落地大窗，唔單止大大提高咗客廳嘅採光度，更加係同出邊嘅花園無縫連接。咁我哋過到嚟就會係我哋個飯廳區，呢度放置咗一個木系嘅8人餐桌，配翻呢一間屋嘅簡約北歐風格。而我哋再過到嚟呢邊，就特別劃咗一個酒吧區域。咁喺一邊咧就會有個飾櫃放翻啲酒杯，呢一邊就做翻個 pantry 位。而喺呢度下邊咧就有翻一個紅酒櫃，咁平時就可以同朋友喺度飲2杯 chill 一下啦。而我哋嚟到廚房。廚房中間咧就做咗一個中島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啦，咁大個中島，成個廚房都係冇壓迫感。而我身後邊咧呢一排咧就會係電器雪櫃同埋儲物櫃。咁過到嚟呢邊，呢度咧就由頭到尾咧就做咗一個大約7米長嘅工作台，個備餐空間係非常之足夠。而佢最特別嘅就係廚房呢一個玻璃窗，佢唔用一個實心牆，轉咗用一個玻璃窗，令到個廚房咧就好似俾個花園包圍住咁樣。咁嚟到廚房後邊，呢度都放翻一個圓形小餐桌，可以做翻一個早餐區。咁呢度咧亦都會有個玻璃門出翻去花園嘅位置。成間屋可以話係俾前後花園包圍住嘅。咁如果所有玻璃門開晒嘅時候，成間屋係會非常之通風，做有一個對流嘅效果。出到嚟花園，花園本身已經種滿咗好多綠色嘅植物。我望翻出邊好翠綠嘅山景，得閒出嚟輕鬆一下，非常之寫意。呢個洋房單位係3層嘅開積設計，有4房4套。而家住洋房，好多人都會好怕行樓梯，但唔緊要，呢度咧就會有翻佢自己嘅獨立私家電梯。上到嚟1樓就同大家睇咗呢一層嘅睡房區先。我哋一出 lift 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家庭廳。咁平時臨瞓前咧就可以同小朋友喺度傾下偈啦。
咁喺我後邊左右兩邊咧就會分別係兩間套房。咁我首先就同大家睇咗第一間套房先。咁呢度咧套房嘅浴室咧設計咧都係用翻一啲比較型格嘅北歐風去設計。咁入到房間咧，呢邊都可以放翻一個大嘅書台，放完雙人床都可以做到雙邊落床。咁呢個大窗咧就會係外望翻外面船灣淡水湖嘅位置。而隔離呢間套房，兩間套房嘅面積咧都係相若㗎啦。咁呢度就係套房嘅浴室。呢個同樣都係後邊設有一大排衣櫃，放翻雙人床，同隔離套房一樣，都係望翻船灣淡水湖嘅位置。而我哋過翻嚟另一邊，咁我哋首先咧就會經過呢個工作間，咁呢個工作間入邊就會洗衣乾衣機啦。咁喺呢邊咧亦都會有來去水位，咁方便姐姐咧就可以手洗啲衣服。而入到嚟咧就會係工人姐姐房。咁喺呢一邊就間分咗一個區域，咁咧就做翻一個閱讀區。而喺旁邊咧就會係少主房嘅位置。咁我哋入到嚟少主房，咁喺少主房嘅浴室咧就會係配備翻個淋浴間，咁佢係有窗，係一個名廁嘅設計。咁入到嚟呢個房間咧，個空間都係非常之寬敞。咁咧放完一個大嘅雙人床之後啦，都可以做翻三邊落床。而間房咧亦都設有一個落地大窗，咁啊主要望翻我哋來源嘅位置。我哋上到嚟二樓就全層咧就打造咗成超過1400尺嘅主人房專屬區。咁我首先咧就同大家睇咗寢區嘅位置先。咁我哋入到嚟寢區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咧，成個寢區咧係非常之闊落㗎。我身後邊就已經放咗一個 king size 嘅雙人床，但係你見到左右兩邊仍然都會有好寬闊嘅空間。而中間咧就有一個長形嘅台，就分翻開寢區同埋呢個休息區嘅位置。咁喺休息區呢邊就放翻啲梳化，平時臨瞓前就可以同屋企人喺度睇下書、傾下偈。而主人房外邊亦都連接咗個露台。成個露台接近橫跨咗整個主人房，而外望嘅景觀有山有水，遠望船灣淡水湖，非常之靚嘅一個景觀。而我哋過到嚟呢邊就係一個好大嘅衣帽間啦。咁呢度咧成排咧都已經做咗衣櫃位，咁喺另外一邊咧就已經係做咗梳妝台啦。咁中間呢個櫃咧就可以放你放翻啲飾物，或者放翻啲靚呔。咁我哋再過少少，咁呢度咧就可以做翻一個女士們嘅專屬區，可以俾你一格格放翻晒啲包包，跟住仲有全身鏡，咁可以咧出門前咧就照靚靚先出門啦。而我哋過到嚟主人房嘅浴室，主人房嘅浴室咧都係配備翻基本嘅5件套啦。咁咧喺呢邊咧就會有一個淋浴間嘅位置。咁呢度咧就配備翻一個好大嘅浴缸啦。就咁望佢嘅設計咧，就好似啲日式風呂咁樣。
上到嚟呢個大概960尺嘅天台，天台可以話係劃分咗2個部分，一邊咧就可以俾你同朋友 BBQ， 另外一邊咧就擺晒啲梳化，等你可以同朋友喺度把酒談心。咁上到嚟，大家可以見到呢度嘅景觀係非常之漂亮。我哋由呢個八仙嶺呢個山景望到去對面嘅船灣淡水湖，好似成幅畫咁樣。最後就同大家落嚟睇埋車庫嘅位置。咁呢個車庫咧就可以泊到2部車。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佢哋嘅設計非常之特別㗎。呢度啲車庫咧就採用咗一個歐陸嘅古堡酒窖設計，好似去咗啲酒窖咁樣，成個設計非常特別。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洋房單位，類近嘅面積，全屋苑就只有9間，但係而家咧其實剩翻最後2間嘅啫。咁唔知你哋又覺得今日嘅單位點樣呢？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咁有關今日介紹嘅洋房單位資料，大家都可以喺資訊欄度睇到。咁如果有啲咩查詢嘅，就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連結聯絡翻我。最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俾翻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 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